周大人，我今天呐多喝了几杯酒，我就倚老卖老说几句话，大人可不要怪罪呀！你说，大人，你想要多少？你说个数。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，我觉得这个数值了。嗨，这有什么呀？我就替我爹答应了，不就是2万两银子吗？今儿就可以让你带着走。2万两？你们家这么大的宅子就给我2万两？还有周文正，还有郑天寿，还有他们上头的大贪官，你让他们凑合凑合，怎么着也得给我20万两吧？20万两？20万两，一张嘴就是20万两，这小子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这个阿丑生性就是个赌徒，他这次是看准了他必赢，所以呢，他的赌注加大了一些呀。20万两，我们分的那些官银除去了净银，也就是这个数。我们费尽了心思，到头来全给了他，岂不是白干一场啊？郑大人，这个阿丑是很精明的一个家伙呀。他知道咱们不能不买他的账。你就没跟他讨个价吗？哎呀，我没等开口，他就撂下话走了。二位，这件事情，我总是觉着有点蹊跷。这么一个不三不四的家伙，一张嘴就要20万，会不会是皇上有意让他来试探？我们一给银子，可就让他抓住短儿了。我看不像，这种招数也只有这种赌徒才想得出来呀。20万两，说什么也不能给他。周大人、郑大人，咱们的命可全捏在这个小子手里头他要是急了眼翻脸，咱们就掉脑袋呀。留着银子有什么用啊？我不是舍不得这些钱，如果花了银子，真能免了这场官司，再交上这个朋友，也还划算。万一日后他进了宫，在皇上那儿当差，也好有个内应。只是这么大个数目，我总觉着这里边有什么其他的名堂。只要钱魁不吐口，他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，凭什么给他这么多银子呀？哎呀，他既然说出了口，他心里是有底呀。咱们要不先打点打点，他要急了眼，他就拿人动刑啊。别人不知道，钱魁哄着还行，要动起刑来，哼！不到一个时辰，他就熬不住。哎呀，要撕破了脸皮，连回旋的余地可都没有了。田正主，这么着，你和郑大人先一人凑2万两，我这次来身上也就带了1万8两银票，咱们先凑上5万两送给他试试。不管怎么着，先让那个阿丑稳住姓陈的，慢慢咱们再想办法。我不干，他算什么东西，敢这般讹诈我们？郑大人，姓陈的这几天四处在打探，有皇上身边2个侍卫护着，咱们再不好下手。俗话说破财免灾，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不舍点财，恐怕过不了这一关了。先付你5万两。干爹，5万两，刚刚够一半的一半啊！你他娘的算个什么东西呀？这些银子咱就不少了。
清水县任上这么些年，捞的银子还不足这个一半呢。心疼银子了？我心疼个屁银子，它又不是我的。我就觉得你小子这弯转得太快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回来清水是不是一直打的就是这银子的主意？干爹，我和我姐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，吃了这么多苦，受了这么多罪，就是因为没权没势。你以为我上回假扮那钦差，我是为了好玩啊？我是为了银子。我好不容易得了一些银子，就给皇上补了饥荒，打水漂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心疼的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。还好得了这个钦差，还不算亏。你爹不是昨天也教我怎么赚回本钱吗？怎么，出点血本就心疼了？可倒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这些钱也不是什么好来头。俗话说见面分一半，你们舍一些银子，破财免灾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回去告诉你爹，还有周文正，别欺负我人小没见过世面。我说的这个数，少1两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干爹，你就把我当作是你的一个内应，最好把周文正、郑天寿还有你爹的那些脏银子都拿出来。到时候咱俩一人一半，我说话算数。你要是不信啊，现在就拿走一半。我真服了你了，你胆大包天，心黑手毒，日后的前程，我看绝不会在周文正之下。周文正算个屁，他都到这个岁数才做个知府，我只见了皇上一面，就被皇上钦点了钦差了。我告诉你吧，我跟皇上有缘，我的官运才刚刚开始。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才不收你的银子呢。我堂堂正正的把这差事给办了，把你、郑天寿还有周文正所拿送往京城，等秋后咔嚓咔嚓咔嚓这么一砍，拿你们3个人的脑袋跟皇上换一个更大的官做，以后再捞银子不更容易吗？你回去告诉他们，这买卖我一点便宜都没占他们的。说到底，我是冲着你的面子，我认你当干爹，就真的把你当成爹了。这银子你拿着，给你拿着你就拿着。阿超，20万两银子太多了。你既然说一半归我，你就拿10万两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说20万两就是20万两。干爹，你要是不敢拿，我就先替你收着，早晚都是你的。这案子你替他们担待了不少，你得这个数一点都不算多，你就是太好心眼了。你还教我做小人，小人算什么？要做就得做大道。他娘的！小样，你认不认得这是什么？你可真笨，这是银子。骗人！银子我见过，这都是纸，不是银子。把这些纸拿到钱庄里去兑，就能换成银子。你知道这些银子是多少吗？不知道。5万两。你知道5万两是多少吗？我还是不知道。16两是1斤，5万两就是3125斤。你知道3125斤有多重吗？
就是15个我和15个你加在一起还差不多。要是用车拉，得用2、3车呢。阿丑哥，你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？娶你啊！娶媳妇儿总要花钱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先要盖房子，还要买家当，还要雇下人，还要买田产，还要买衣服，这些还不够呢。不用你花银子，我们家什么都有，房子也有，田产也有，佣人也有，吃的穿的都有。你要想过来住，就搬过来就行了。那我不就成了钱老龟了？你是不是也想整天的掐我？我告诉你，我阿丑可不会像钱老龟那样没出息。我要是想娶媳妇儿，就得靠自己的本事挣银子。你爹再多的银子，那是你们家的钱，我才不稀罕呢。不过这里面也有你爹的一份儿。我爹为什么要给你银子？聘礼啊！娶媳妇儿总不能让我一个人花银子吧？你爹那么多钱，总得出一点吧？不过这回你爹也出了不少，估摸着有2万两吧。你总说娶我娶我，我说了不算数，你得跟我爹说去，要不然让你干爹给我爹说去。钱老龟不是你干爹吗？钱老龟说了不算，要说也得是我姐去说。我银子还没挣够呢，等挣够了再去找你爹也不迟，你不用着急。大哥，这阿丑自从当了钦差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这回又收了5万两银子的贿，咱们要不要禀报皇上啊？兄弟，你放心吧，皇上既然点了他钦差，他干什么是他的事儿，咱们只是保证他的安全。再说怎么向皇上禀报，那也是他的事儿嘛。那要是回了京城，皇上问起这件事来，咱们要不要说？你放心吧，不用到京城，这个事儿肯定得有个交代。5万两银子，那是掉脑袋的。阿丑，你总说你这回真的当了钦差，那我怎么没看见你的圣旨和官印呢？上次你是个假的，还让我看了你的圣旨和官印，这次怎么不让我看了？你要看还不容易，我去跟小白脸要回来，还叫你保管。不过这回你可不能搞丢了。走，咱们回客栈去。哎，大哥走了，我走走。上次差点要了你的命，这次我只当是你的命根子，睡觉都搂着，行了吧？还是芍药好。陈公子，这几天你查的怎么样啊？查了几天，还有些收获。现在想，以前坐镇清水县衙，只一味的和周文正缠斗，又把心思都花在钱奎身上，确实是有些顾此失彼啊。你现在知道自己有多笨了吧？皇上罢你的官儿，一点都不冤。阿丑，这趟差事本来是你应了皇上的，现在我到处查访人证物证，你倒落个清闲。我告诉你，范先生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啊？真的？可惜，人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肯定是郑天寿派人干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别胡说。范先生死以前，很有可能是尤二暗中把他藏了起来。现在范先生死了，尤二他……哎，尤二，你去查一查。行，尤二我来问。你今天还干什么了？我去哪儿了？我去河滩了。屯田的灾民因为惧怕周文正，口风很紧，什么也问不出来。哎，我问你，这些天你又在干什么？我去，你连大人也不叫了吗？好，阿丑大人，您最近在干什么呀？我呀，不告诉你。把圣旨给我拿来。你要圣旨干什么？这还用你问？你问得着吗？我当然拿着去办正事了，快拿来。
知道我为什么要拿圣旨吗？我是刚刚抓住了周文正的一点把柄，我要拿圣旨去拿他。哪儿去了？上午还在啊？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把圣旨弄丢，想要陷害我啊？哎，你别小孩似的在这胡说啊！你还我圣旨！阿丑啊，我看陈公子也知道错了，你就别再责怪他了。不怪他怪谁？我好不容易才得了这个钦差，现在他又把圣旨给搞丢了，我这是怎么当这个钦差啊？阿丑啊，你不用着急，这个钦差是皇上钦点的，这有2个人证，反正周文正和钱大人也都知道你是钦差的身份，一时还误会不了。阿丑，你怎么了？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全明白了。哎，阿丑啊，阿丑，你怎么了？阿丑，你又哭又笑的，你这是……姐，我全明白了，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你别着急，明天我给你变个戏法，明天早晨圣旨他就能回来了。阿丑，是不是你自己偷拿了，故意让陈公子着急？姐，我想明白是谁拿的了，也知道他们为什么拿圣旨了。是谁呀？就是那些看着我拿银子眼红的人了。银子？哪儿来的银子？你织的那半年俸禄不都在我这儿吗？那些碎银子算什么？你看看这个。阿丑，你这是哪儿来的银子？贪官们送的。你怎么敢收周文正的银子？我干嘛不能收？我又没问他们要，他们非得给。阿丑啊，你敢做出这种事儿来，你知不知道这是要杀头的罪过？哎呦，姐，你真打呀！你这张脸还是脸吗你？皇上那么看重你，你才来几天呢，你就敢收这种贿赂？你对得起皇上吗？姐，你小声点好不好？这些银子我又得不着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这些银子，你有你自己的打算？当然有了，我原本是有打算的，可是现在圣旨丢了，我只好拿银子换圣旨了。拿银子换圣旨，怎么换？姐，姐，你拿着，千万别抱着它睡觉，把它放在桌子上就行。该睡睡你的，明天这银子就能变成圣旨了。阿丑啊，你都把姐姐搞糊涂了。姐，我跟你发过誓的，我发誓要做一个好人的，你就相信我一回行不行？姐，你看，呀，回来了，阿丑。这是5万两，交给阿丑。那我就告诉阿丑，说这是一半，是定金，等过了这道坎儿，事情消停了，再付另一半。没错，既然是做买卖，咱们就按买卖规矩办。这是又一个5万两，你先拿着。我爹说了，事成之后再付另一个10万两。不行，说好了20万两，少1两都不行。阿丑，那么多银子揣在怀里头，你不觉着烫得慌呀？干爹，这些银子什么来路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你拿着就不觉得烫得慌？大家拿的都是昧良心的钱，
不拿白不拿。干爹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连做贪官都做不出样子来。阿丑大人，你可否收了钱奎送来的5万两银子？对呀，这事儿你既然早就知道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有件事儿我得说明了，那些银子不是钱老龟送的，他没钱。那些银子是周文正、郑天寿还有田畴合伙送的，钱老龟只是跑腿的。你要是想跟皇上告状，最好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。阿丑大人，你就不怕有负皇恩吗？这趟差我奉的是皇上的旨意，我是钦差，怎么办案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要是皇上说了让我听你的，我没话说；要是皇上没说这话，你就得乖乖的听我的话。阿丑大人，离京前，皇上只给了我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如果你胆敢勾结贪官污吏，让我不用禀报，将你就地正法。那你怎么不杀我？阿丑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诈周文正的银子到底想干什么？银子在你手里，你想干什么自己看着办，用得着问我吗？你知道是我拿了圣旨了？当然了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一直盯着我呢。别说我是真心为皇上办差，就算是假的，有你们盯着，我敢起坏心吗？我诈他们的银子，当然是有我的用意。一来呢，是让他们以为我诚心要护着他们，把我当成朋友，我再趁机下手拿人。二来呢，我还有一层意思，不过我现在不告诉你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不敢胡来。阿丑大人，你拿周文正的银子到底想干什么？您是钦差，我得听您的示下。哼哼，这还像句话？那，这还有5万两银子。我告诉你，离这儿30里处的河滩上住着不少饥民，你拿这些银子全都买做粮食，给他们散发吧。这放赈粮是要户部批的。行了，别婆婆妈妈的了。我上回还给皇上买了好几万斤粮食呢，哪有什么户部粗部细部批啊？反正这些银子都是贪官从老百姓骨头里榨出来的，现在还给老百姓有什么不对？你就只管去，回头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有我呢。好，谨遵大人吩咐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别管，我让你这么说你就这么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有什么用了。俩盖碗，一会儿给我送过来。哎。干爹啊，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？带银子就拿出来吧。还想要银子？当然，说好的20万两，你还差我一半呢。银子都准备好了，要拿。什么？要拿，就得把小白脸上了。老爷，茶给您沏好了，端上来。外边候着，不叫你不许过来。是。周文正信不过我呀？你答应不答应吧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你说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什么心思呀？干爹，按说呢，这也是该着的。小白脸已经掌握了很多人证，我又没办法让他撒手，只好把他干掉，堵住他的嘴。你真的要杀人啊？
干爹，你吃亏就吃亏在心软下不了狠心，这是迟早的事儿。我不杀姓陈的，他早晚也会让皇上杀了我，到时候你也跑不了。我知道郑天寿手上有人命，周文正手上也有。我杀了小白脸儿，我手上也沾了血了，就你手上干净了。钱老贵，咱们是一伙坏蛋，你不能一个人躲清闲吧？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要我说，你要坏就干脆坏到家，不好不坏有什么意思？你想叫我干什么？玉姑娘喜欢小白脸，你知道吧？她为什么喜欢？她就是喜欢小白脸身上这种忠君爱民的气节。我要是把小白脸杀了，玉姑娘说不定就要替他报仇。她知道的事儿也不少，她肯定就会在皇上面前作证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一不做二不休，要杀就把两个人都干掉。我杀小白脸，你杀玉姑娘。哎呦，阿楚大人呀，干嘛像见了鬼似的吓成这样？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干儿子。你在衙门里啊？我还以为你吓得不敢来了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事跟你叙叙旧还不行吗？阿丑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可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不知道吧？走，干爹，咱们出去溜达溜达。不想去溜达？你是我干爹，我能害你不成吗？
干爹，一宿没睡吧？是不是有点舍不得玉姑娘？俗话说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这么黏黏糊糊的，迟早得掉脑袋。你是不是想变卦呀？您个小兔崽子，你原本就是个罪人，皇上没治你的罪，反倒命你为钦差，是多大的恩典啊！你小兔崽子不知道向皇上报恩，反倒跟我要银子。我可没向你要银子，我是向周文正要银子。周文正可是个大贪官。周文正贪赃枉法，贪赃枉法不假，你的作为又算什么？钱老贵。不是你告诉我，做个贪官比做清官舒坦，做个小人比君子快活吗？怎么，你忘了？这么说，你一领到圣旨就想着搂银子是吧？钱老龟，我告诉你，我一路上都在想着如何办好这趟差，替皇上争口气的。那我怎么没瞧着你查案子呀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查？我查了。那垮掉的河堤，你虽然做了手脚，可我要是找人刨一刨，一下就能看出埋在土里的石头是新填进去的，也就是那么几块。再往深挖，只怕就剩沙子了。钱老贵，这案子我要是真以钦差身份来查，你以为周文正他能跑得了吗？可这么一来，你也跑不了了。我想办周文正，可绕不开你呀。钱老贵，你那天请我喝酒，劝我做贪官，我回去一夜都没睡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你是我干弟，你救过我，我能不救你吗？可我一想到那些没了家没了地的灾民，我的心里就有些过不去。我和我姐姐这些年，大半的时候都在逃荒要饭。那罪我不知道你受过没有，我是真正挨过饿的，那可是前心贴后心啊。我有2个妹妹，也是饿死的呀。看来你我都过过苦日子，也知道逃荒要饭是个什么滋味。你听了周文正的话，把修河堤的银子给私分了。结果堤垮了，淹了多少好地，好几个村子都给冲没了，有多少人毁了家成了流民啊！这种苦你我都经历，你说我能不恨周文正吗？我恨周文正，却没办法查他办他，我能不向他要银子吗？钱老贵，你说这能怪我吗？你好好的想想吧。好啦，干爹，别婆婆妈妈的了。既然你不想让我做好官，那咱就黑着良心发大财吧。我杀小白脸，你杀玉姑娘，咱们2个手上都得沾点血。以后你就没有别的念想了，死心塌地的当你的贪官好了。家伙事儿我都准备好了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你可得拿准了主意，到时候你可别手软了。哎，干嘛打我？你怎么这么狠毒啊？
你又得不着玉姑娘，把她杀掉还不是替你出口气啊？那小白脸就更不用说了，打过你板子，关过我监狱，差不多算是咱俩的仇人。你有什么下不了手的？你的娘的，太坏了，阿丑！你也是逃过荒、要过饭的人，你他娘的怎么这么狠心那个小兔崽子！我打死你个狗日的！看来皇上没瞎了眼，我阿丑也没瞎了眼。你的良心没被狗全吃了，还剩下来点儿。干爹，跟我出去走走吧，我让你看看你这点良心还值多少银子。钱大人，哦，是钱大人啊！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位就是从贪官手里夺回银子，为你们买回粮食的清水县县令钱奎钱大人。你们听好了，钱大人原本也想做一个好官清官，替你们修堤铺路，造福一方的，可惜修堤的银子被那些个贪官们给私分了。结果呢，大堤绝了口，把你们弄成这个样子了。钱大人难受了好久，本来想从贪官手中夺银子的，可是他的官太小了，没办法。本钦差来了，钱大人有了撑腰的了，这才从贪官手里把银子夺回来了，给大家买了这些粮食。钱大人还说了，等本钦差查清了案子，还要再奏请皇上，为大家重新修堤筑坝，为大家盖房子分地。你们说，钱大人现在算不算一个好官呢？钱大人，给我们运来这么多粮食，救了我一家6口啊！钱大人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钱大人，我给您跪下了。我钱奎对不住大家了。
也给你们喝的。对不住。对不住，乡亲们。对不住。阿寿大人，您的房间我已经给您收拾出来了，酒菜一会儿给您送上去。您看您还缺少什么？纸墨啊，纸墨已经给您预备好了，就连您练字的描红我都给您预备了。谁说我要写字儿？是钱大人要写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干爹，你也用不着再想什么了，你就把你知道的都写下来，就当着玉姑娘的面写。我答应你的事儿绝对不会后悔，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干爹。要是皇上非要杀你，我就算是劫法场，也要把你给救下来。